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同欢喜来了，福喜来好好运动的单元。我是毛毛老师，今日来教大家跳街舞。一开始，咱以前来做基本的暖身运动，手抓到右片上，用一头拿向右片上扎，3秒钟，往另外一片向左片上扎，3秒钟。各位，手不要头拿当过向右片。 对右片向左片扎，3秒钟往左片向右片扎，3秒钟。手标我头前，手掌贴顶，向头前送出去，向后向后背扎，3秒钟。手标我后背，向后向头前扎，3秒钟。好，各位，手标我头前。 向后背扎定3秒钟，往片上。好，放下来，向后头前后背，前后前后，做3摆。各位右片左片，右左右左，做3摆。前右后左。 做4摆，各位滴拳，都右片上滴到左片，第一张右拳，好，转过段了，滴拳，左片滴过右片，好，身体向下架放松，手尽量去面体内，那个镜头太硬的话，你就莫硬去面，慢慢的来。 当你按用做的话，做在后背硬的镜头就是表面，好，个头呢来起来，向后背鼓下来，手表脚趾头那片，右片上的镜头再下来，3秒钟，往片上，3秒钟，脚表下来，手起命的脚带。 头前，后脚踏车3秒钟，往片上。好，在做运动以前，身体的暖身一定要做。后脚的踏车要做到3秒钟，膝盖都卡酸。好，各位舒转了，固定，右片上滴拳，射拳，左片上滴拳。 射拳，哦，放起来，身体不用强松，各位，手腕滴拳，脚滴拳，两片上，好，做好太阳的暖身运动以后，你就知道身体开始暖，有流汗啊，身体开始知道热，你当做开始跳舞。今日我教大家做的动作是70年代的 disco， 好。 脚蹼按以前讲方块舞，行的时候右脚踏出去，踏到左片前面，可以左脚踏到前面，右脚右片上，左脚踏转了。所以你做的时候，脚踏的形状就一个方块，菱形。好，右脚先踏出去，左前面，左脚踏到前面。 右脚踏转了，左脚，好，脚步在踏的时候，唐英刚的结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动脚吼，你慢慢的做一摆不能看，慢慢的去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 好，再过一摆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上摆我就教跳舞的时间又教，律动的向下再扎，5、6、7、8。唔知大家还记得冇？迄有看的话就记得，冇看的话你就转去看上摆我来录的个
你要看身体下律通样的做，脚那样扶下来，上下只天天接触那样，像球的样的，吼。所以配合你前面教的脚步，右脚出去，1、2、3、4，左脚5、6、7、8，右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身体维持咯。下律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脚步放快步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躺赢哦，不用强松，向下加苦，5、6、7，4下，2、3、4、6、7、8。1、3、4、6、7、8，超过100，5、6、7、8。数就不用强松，上摆嘛有搞到数样，身体向下只苦的时个，数向当个大。都60、70年代，汉阳的舞都好多街舞，唔係街頭嘅街，係公街嘅街 ，Chicken Dance。也舞員講到學街公街都跳舞嘅時嘅，身體嗰個數就咁樣咯，像街一樣哦。腳步就踏四角形，踏出去。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當贏哦，5、6、7、8，2、3、4。好，嗰個腳步的變化，佢用它出去四步。左腳，右腳，左腳，再過100，右腳，左腳，右腳，左腳。剛剛你第100做的係上下只扎，400，下只扎，4、1、2、3、4、3、4，好，第100你做，身體彈起來。3、4，好，腳踏下去，相當個跳一下，踏下去，相當個跳一下，踏下去，相當個跳一下。慢看慢點會是100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腳步。像樣維持體重看100，踏四角形，4、5、6、7、8，踏下去身體像蛋糕，跳一下，踏下去，跳一下，踏下去，踏下去，跳一下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會痛難冇？你都頭前、前頭前練習100，放快步，腳、右腳、左腳、右腳、左腳，四角形要行清楚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好，第一種身體向下再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兩下，身體維持向下這個律動，5、6、7、8，兩下，兩下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第一種，第三種腳步，踏下去的時候，身體向蛋糕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踏。跳一下，踏，跳一下，5、6、7、
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3种都第一种开始，身体躺赢哦，向下降。5、6、7，第一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一种2下，鼓2下，再过100，2、4、6，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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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基本动作都头前，轻头前，再过行100，躺赢哦。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鼓200。1、2、5、6、7、8，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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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脚踏下去，向蛋糕跳一下，踏下去，跳一下。踏下去，跳一下，躺赢哦，都头前，5、6、7、8，踏腳，好，轉頭前，放開腳步行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鼓2下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彈腳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轉頭前開始彈贏哦。5、6、7、8， 2、4、6、7、8， 2下，3、4、6、7，彈。好，动作从头讲一遍，慢慢的做，身体四角形，踏清楚，右脚踏出去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同样的脚法，踏的位置从同样，身体的苦，6、7、8， 2下，2下，2下，再个做100，2下，2下，鼓200，好，同样踏出去，踏，身体向上我跳一下，踏，跳一下，踏，跳一下，再过100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躺赢哦，从头前，轻头前可以做100。5、6、7、8， 1、5、6、7，鼓200，再做100，踏。好，今后一只动作较难，可以教你就再个做，慢慢的做100，脚要踏放开，记得。好，各位踏下去的时候，身体要弹一下，弹一下，弹一下，弹一下。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今日教的动作都6、70年代的 disco 的动作，好，弹的音乐安逸就讲比较 funk， 弹的上身体就比较轻松去做，脚步踏，安逸讲放开步，1、2、3、4，教安逸双摆来教的女童要鼓身体鼓2下。5、6、7、8，各位今日轻难的动作就这样，踏，弹一下，踏，弹一下，踏，踏，
好，今日搞到这片，有吃到有困难嘛？他不过跳舞就按样，跳街舞的东西，真紧更好或更难，因为今日做到我的高身体失败的啊，你都要通做，你要头前都有看的话，你就会打打通做很快是练到这片，应该对你来讲，唔好讲挑难，多一点点的听听，做练习好。欢迎大家继续来看我来搞街舞的单元，我是毛毛老师，谢谢。